今次咧就講下呢個哈利波特啦，因為大圍維坊咧其實有一個哈利波特嘅展覽啦，唔知有冇人有興趣睇啦？亦都係90年代，其實哈利波特係一個比較盛行嘅電影同埋小説嚟嘅。咁啊，主要係第一集嘅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啦，然後第二集嘅係消失的密室啦，第三集就係阿茲卡班的逃犯啦，第四集嘅火杯的考驗啦，第五集就係當然係鳳凰會的密令啦，第六集就係混血王子嘅背叛啦。咁第七集其實就係主要係其實已經係結局㗎啦。咁但係喺電影度又分咗兩集，就係、死神的聖物一同二啦。咁其實都係喺同一個小説，其實第七集係大結局嚟嘅。咁跟住其實哈利波特系列就完結啫。咁啊跟住近年其實拍翻有暫時得兩套啦。第一集就係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啦。咁啊講翻哈利波特之前嘅電影嘅其實又唔可以話前傳嘅，即係冇乜關係。不過都係翻嗰個魔法世界啊，講翻之前嘅嘢啦。咁然後跟住就係怪獸與他們的產地，然後第二集就係葛林戴華德嘅之罪啦。咁喺香港其實一路都話仲拍緊啦，咁亦都係之前有傳專尼特普啊繼續拍啦，咁而家係咪仲拍緊第三集咧？盛傳就係嘅。咁啊，亦都係講翻少少啦。佢有啲怪獸同咩都幾得意，咁但係同哈利波特比咧就相差甚遠，因為第一未帶起個熱潮啦，第二可能已經係開始啲人對新一代對魔法啊對呢啲已經冇乜太大嘅興趣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喺格林戴華德之罪咧，其實佢出現咗另一隻喺我哋中國嚟講叫做瑞獸麒麟。咁但係喺佢嗰度隻麒麟同我哋一般見有少少不同啦，可能係年幼所以有啲不同啦。咁另外之後就影咗啲嗰度有啲賣產物俾你啦，當然係哈利波特最出名或者魔法系列最出名，當然有支魔杖啦，有啲圖片俾大家睇啦。咁其實都有翻幾多圖片啊嘢俾你睇。咁佢都有4個間學院嘅衫俾你睇下啦。咁啊當然係首先就係呢個黑哈花霍德華茲最出名嘅呢個啦。咁跟住亦都係一個傳統嘅奸角史特哲龍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英國倫敦多係最出名係主角嘅主要嘅學院啦。咁其實一個4個學院，咁其實即係當然好似一間學院分咗4個社，而4間唔同嘅社去爭啦。咁啊當然有主角亦都有奸角，其實唔好話奸角嘅一個對比啦。咁啊有主有中啊，當然有奸啦。咁其實喺嗰度，我覺得大家如果係一個哈利波特迷，或者係而家新一個怪獸他們產地嘅一個魔法迷，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值得去睇下。咁你影多啲相俾大家睇下，希望增進下啲言情啊，增進下大家對魔法啊或者小説。因為其實而家呢魔法小説已經可能比較少啊。咁當然亦都係有一啲新嘅潮流，亦都未開始興起啦。咁啊可以希望可以繼續帶領個電影嘅熱潮去繼續到啦。記得訂閱同 like 啊，拜拜。